关系在地新闻，继续来看南投水里乡民和国中的罗花合唱团参加着全县甲全国性的比赛，不时都咧得顶。这个合唱团的经费，拢是靠着学校四界去募款。台北照军南京的扶轮社知影了后，就申请着国际扶轮社的联合社区服务经费24万，捐予这个合唱团，要甲学校共同努力来保存这个属于布农族上界美妙的歌声。对北部来的高的扶轮社到水里乡民和国中，甲国际扶轮社的社区专案经费24万，捐予大半合唱团支持偏乡的艺文教育。借由我们这一次我们的这些小小的一点贡献，能够抛砖引玉呢，来让大家能够关注到这原乡。虽然民和国中长期以来受到台北市彩霞教育基金会赞助，这么多年来维持合唱团的各项发展，不过是真欠经费，所以校方真感谢这届的扶轮社和社员的爱心赞助。他们对于偏乡教育关怀的这个行动，所以在这里特别感谢巧德基金会，也感谢北溪扶轮社的社友们。听完合唱团的现场表演了后，所有扶轮社员拢学了讲是真有灵性、个美丽的声音。除了讲会继续赞助，嘛希望会当呼吁民间团体力量，做伙来关怀和支持偏乡学校的需求，搁有艺文教育。